係令人高興嘅。而港隊贏波之後出線機會好高下㗎。靴到你腳軟啊！怕未？臨場所有波飛都賣晒，有5000人入場，亦都有啲南韓球迷嘅。今場係比禮拜三主要係日本僑民嘅4100人多，香港球迷係先贏1仗，球隊就踢完先贏埋。南韓只係派出當地嘅乙組仔嚟香港啫，咁港隊係憑住陳偉豪接應角球喺21分鐘頂入打開紀錄，角球成為香港嘅上半場入波嘅推進器。9分鐘之後開個短嘅，黃展鴻立翻之後傳中。結果係入埋2-0啊！咁雖然之後被對方追翻一粒，仍然能夠領先住快犯更衣室，仍然係要夾硬批評香港隊，只係因為對方唔係南韓嘅一線隊先至贏到，未免對為我哋奮戰嘅球員唔公平。咁佢哋努力嘅意義遠超賽果本身，夠勤力嘅陳少琪搶翻，再交俾徐德帥射入3-1。曾經喺網上睇過有人嘲笑香港甲組連南韓嘅乙組都不如，證實咗唔係啦。陳少琪喺81分鐘自己都入翻球，踢埋今場就要去英超熱刺試訓啦，一路順風。香港贏4-1，賽前有預測話港隊贏波嘅機會唔高，呢一次真係創造傳奇一刻。乒乓同樣有好消息。